萍水，天地乐观，因不移，结悲在孤单。生病公主，国内正是怪命，今季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奖。Hello， 大家晚上好，先欢迎我们的蛙贵以及我们的小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等多一点的朋友进来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来聆听一路打进去的 CD 专辑咯。唔通业家想要探红杯。太祖今地要领红兵，贵府提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刑。各位朋友晚上好，新进来的朋友呢，跟我们打声招呼哦。我们先来唱一下电台的歌曲，我们的7字调哦。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郑老师挂了名牌哦，没错，这个名牌呢是这个我2017年哦，跟着我的恩师林显元老师呢，去到厦门去录制一个闽南语听讲大会哦，闽南话听讲大会的名牌，我就把它带回来呢，想说把它挂上去这样子，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个郑字哦，是一个简体字。让我们先来听一下7字调，感恩大家。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予你笑嗨嗨。阮的节目啊是袂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喜剧新闻啊报你知。歌戏团唱啊多自在。戏剧团成，又表我亲就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在跟大家讲一些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明天的天气预报，还有呢今天的即时新闻哦。先欢迎呢我们的 CLASS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我们的美玲也很准时哦，欢迎我们的美玲。再来呢，欢迎我们的 JLY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欢迎大家上来。我们首先呢是要先来一个天气预报哦，也欢迎我们的念念。有没有觉得最近的天气呢？这个忽冷忽热呢。热的时候呢，这白天的时候很热哦。那呢，这个晚上的时段呢，突然间变得好冷哦。哇，这个钱蛋鱼还有拿起这个暖暖包了。我们先来一个这个天气预报哦。明天呢，这个台北的降雨几率大概在10%左右哦，所以北部的朋友呢，恭喜你们哦，终于呢，这2天哦没有再下雨了哦。再来呢，这个台中地区明天的降雨几率大概在0%左右啊。这个台南地区呢，明天的降雨几率10%左右哦。那台东地区比较危险一点点哦，台东大概在20%到30%左右。所以说呢，这个台东的朋友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哦。可以说呢，这个北部啦、南部以及我们的东部呢，都携带一下你的雨衣以及雨伞哈。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先来欢迎我们的张国忠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 VIVO 大。再来欢迎我们的蜜蜂以及许培。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那呢，礼拜四就是昨天的时段呢，是我们的台语电台。那呢，国台也会穿插一下哈。那不论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甚至呢在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黄正进来哦。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先带来一首呢，我们歌仔戏的曲调，我们的7次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好爱呀，已经相随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乱来。我会何受亲像姑娘，受开又分开，风给笑脸我无悔做定悲哀，一步经顺山行我自带，往下成现海过牛麦，冤家江村啊，当心主菜，情深渐将成地带，
何言伦理何以哉？何以来拜改？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也看到很多新进来的朋友哦。先欢迎呢，我们这个说这个 ROBL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呢，主播的声音好娘啊，没办法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不论呢在让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在做这个与朋友家人聚会的当中呢，都可以一边来聆听哦。所以塑造方面呢，当然要让你们听到的比较舒舒服服一点哦。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呢来问这个蛙贵说呢，你觉得你的黑熊上面呢可以画上榴莲吗？为什么都要跟榴莲来做结合呢？再来呢，我们这个韩文字的他说呢，这是什么剧？这是呢我们台湾的歌仔戏哦。那呢，在大陆那边呢称作湘剧哦，是同样一个剧种，但是呢，这个讲的方式不一样啊，这个名称不一样，但是呢，都有类似的地方哦。再来呢，欢迎我们的忍者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再来呢，我们的忍者说歌仔戏你好，祝福主播的专辑大卖，感恩我们的忍者。我们一路打进这的 CD 专辑呢，在各个地方我们都有寄售点，晚一点呢再跟大家来做聊聊天哦。你们有没有觉得呢？这几天的天气特别冷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的朋友呢，记得拿起你的暖暖包来做使用哦。我已经搓在手上了哦。再来呢，感恩我们的小秋，他说好听拍手，感恩小秋。再来也感恩我们的这个郑秀梅哦，他说怎么感觉很像北管的旋律哦？这是呢我们歌仔戏的七字调。那呢，为什么叫做七字连空奏呢？就是歌仔戏的这个七字调的前奏。唱到它中间唱歌的地方，再唱到这个旋律间奏的地方，再唱到尾奏，都从头唱到尾。这个呢叫做我们的这个七字连空奏哦。我们来穿插一下七字调，让你知道呢，刚才那一首呢七字连空奏呢是由哪一首歌来由来的哦。我们来穿插传统的七字调，感恩大家。新骑白马啊，走三关，改换所以哦，会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不传，四盆无单啊，办事为无风无摇啊，花未开。来三个啊，来当落水，当落花心啊，花照开。这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哦。我想呢前面这个新卡北北造三关哦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后面呢这首戏盆波单白戏微哦是我们这个小蛋呢一定要背的曲调。也就是说呢你出台的时候哦不知道要唱什么曲调的时候呢你就唱这个戏盆波单，绝对不会有差错。因为呢四盆牡丹摆在4个位置。
没有风雨呢，这个花不会开。等待呢，这个3更半夜当热水，就是呢这个露水出来，那呢这个花就会浇开就会全部的都展开感恩我们的丽华丽华说呢，天天都在等着这个直播节目感恩你喜欢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所以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记得要分享出去那呢，我们除了在推广歌仔戏文化，也有呢跟大家讲明天的天气预报，还有呢今天的即时新闻。就像呢明天的天气这个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朋友呢，别忘记记得携带一下你的雨具虽然你们下雨下了很多天了，那呢这个中南部的朋友呢也比较幸运一点点感恩呢我们的张玉洁问说呢，老师你学多久了我从幼稚园就爱看戏，那呢这个高中时期呢加入了歌仔戏班，那呢到了这个大学时期呢去读到我们这个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如果呢这个有对戏曲有兴趣的朋友呢，记得呢可以搜寻这个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从国小5年级开始到呢我们的这个大学部都有这个歌仔戏学系、京剧学系、客家戏学系、民俗技艺学系，还有音乐学系有各大系的可以去学习感恩大家。在哪里的学校在北部，在木栅校区以及内湖校区有2个校区，它是以前的这个国光剧校以及复兴剧校那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以前这个国光帮帮忙的节目呢，也就是从一群的国光剧校出来的演员呢来去主持这个节目那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亲朋好友邻居呢，大家都互相介绍一下感恩大家的支持，感恩。你的学校在我家附近你是住内湖还是木栅呢？还是呢你是住这个木栅这个政大附近那就离政大也很近，离这个台湾戏曲学院也很近感恩我们的忍者说呢，这个台湾戏曲学院超赞，没错，感恩，给你2个亲吻你住木栅，原来如此。那呢，等一下呢，再来唱一下歌曲，以及要来再播报新闻先等我喝口水，然后呢，我想要搓一下我的暖暖包真的有够冷的啦木栅是不是有动物园呢？没错，木栅有动物园。你从呢这个戏曲学院的附近以及呢这个政大的附近呢，坐公车开始呢，就会载你再到这个木栅动物园，可以去参观一下下而且呢，这个票价非常的便宜。你国中的时候呢，常去我的学校看歌仔戏原来如此，所以你读这个木栅国中嘛，刚好在隔壁嘛但是主播本人呢住在台南，所以说呢这个毕业之后呢就回到台南呢来主持这个节目所以说呢也感恩大家呢上来支持不论呢我们这个国内的好友，以及呢我们新加坡的、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甚至呢日本的朋友感恩你们。等一下呢，我来讲一下呢老师上课的一些趣事没问题，感恩我们的小秋。主播是唱旦角的这是不简单，你很喜欢看杨丽花之前感恩我们的忍者。以及呢我们的这个 SUN 大大说台南非常好，然后呢我们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也非常的好感恩大家。
我们的蛙柜管理员说呢，新进来的朋友哈，记得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大家，也亲吻一下我们蛙柜管理员。他等一下会不会给我一个鄙视的眼神哦？为什么要乱亲他呢？再来呢，穿插一下我们的花椒宴以及良夜之歌。分阳光报七十相寿，心不看惜无理由，归爱独自去拜寿，延绵今宵乐悠悠。quân đuôi hong ca chiến kim đi thơ bi hong tiếng kim kim đã y quê anh kia điền đi xin chi liêng đờ yang hu quy kim toàn ba bờ xin xiao bình thao tiếng quan bình suy khiến thế nợ con khiến bội qua kê bê dày hồ tan mai huệ côi. 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如果好听呢，帮我们拍一个手哦，感恩大家哈。再来呢，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我刚才有看到这个玉洁问说呢，老师现在的剧团在哪里呀？哈，老师呢现在没有剧团了哈，只是说呢，我在台南呢有去到这个日照中心来做这个歌仔戏的推广，以及呢去到这些小作所哈，这些智能障碍的小朋友的地方来做呢这个歌仔戏的推广活动哦。这个讲到这个哈，也感恩呢我们的日照中心的这些督导以及主任哈，都会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小作所的小朋友哦，我们今天晚上直播哈，他们今天是礼拜五嘛哈，所以他们下周一的这个早上呢，就会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的节目。他们就是呢固定是隔天来做收听呐，也非常感恩呢我们小作所呢这些小朋友非常的乖哈，欢迎我们的萤火虫的小作所，以及呢我们的惠山基金会的小作所的小朋友哦，感恩你们。这是呢一个善的循环哦，所以说呢也非常感恩大家。再来呢，先欢迎呢我们的 ABDU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伟成哦，也欢迎呢我们的冠宇以及呢这个可能是泰文的朋友，对不对？欢迎你。再来
这个冠宇刚才是不知道咧了什么言哦。再来，先感恩呢我们这个呢，小秋说哈好听，然后拍手，以及呢我们的伟成的拍手哦。再来哈，这个忍者说歌仔戏生旦净末丑，但呢唱这个王宝钏厉害了哈，感恩我们的这个忍者。这个蜜蜂大大说呢，老师你那边几度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说呢都非常非常的冷哦。再来呢，欢迎我们的这个易凯以及呢我们的小陈，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这个呢 VDI 大大说末梢血液不好才会觉得手冷啊，我朋友呢从来没有用过暖暖包。没错，就是因为这样子呢，你看我就一直在用这个暖暖包再取暖一下下。刚刚呢所唱的呢这首叫做《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哦，是我们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公主角色。这个公主呢非常娇蛮的个性，这个驸马就是她的夫君，她的老公的爸爸呢70大寿呢，他故意不去拜寿，我就故意呢假装我生病在家，我就是不去给你拜寿，我看你呢能拿我怎样子哦，是不是非常的娇蛮呢？再来呢，我们先来播报一下新闻哦，也欢迎呢我们的 F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F 大大很久没有上来咯，先欢迎你哦，感恩大家。我们等一下呢来聊聊呢我们的新闻小知识，以及呢等一下呢再来聊今天的主题内容哦。别忘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先播报一则呢比较搞笑的新闻哦，在我们台中的新闻，这个台中呢这个路上发生了一个阿伯骑机车载着一台很大台的电视哦，其实呢他这样子他要跨在那个电视上这样子骑车也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他有办法这样子转弯啦，左转右转事实上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呢是危险的哦，是危险驾驶的哦，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骑着机车呢不要再太大型的东西哦，不然呢会被受罚哦。结果呢实际上呢找到这个阿伯发现原来他这个电视的纸箱里面呢其实没有电视啦，他的儿子呢买了新的电视他只是在这个纸箱去丢而已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来看一下这个呢伟成说这个香肠正在烤，不要急这样子欢迎大家上来哦。我们的 K3B 大大说呢，我来了，我忘记订阅你了哦，我都忘记了，没问题，感恩帮我订阅哦。也感恩我们的伟成的推广，大家好，新来的朋友呢要记得帮我们点赞，帮我们分享出去哦，别忘记呢帮我们点赞哦，谢谢大家。再来一则我们的新北的新闻哦。在这个新北地区呢，有个80几岁的老先生哦，问了这个司机呢10多次的同样的问题哦，就问说呢，这个捷运站这个亚东医院的这个捷运站呢，什么时候会到站哦？那呢，这个司机人也非常的好，每一次呢都回答了他哦。结果呢，到了这个亚东医院站的时候呢，这个80岁的老翁哦，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他觉得这个司机的态度太差，就跟呢，这个司机呢起了口角，以及呢还动手殴打这个司机哦，哇，还殴打了这个司机哦，所以引发了冲突。这是在我们新北的新闻。这个阿伯搭了这个公车想说呢要去这个亚东医院站，结果呢还这个殴打司机哦，所以你看司机的工作是不是也有点可怜呢？
各行各业都有这个辛酸血泪史啦是不是？再来呢，欢迎我们这个小秋所说的小作的这个课后下课之后呢，有一个这个女生跟老师说老师我爱你，老师你好帅，我爱你。感恩呢，这位同学没错啦，这是发生了昨天的这个事情我去到呢，这个小作所推广，哇，这个小秋原本以为我去过了很多次，我说没有啦，我昨天呢是第一次呢去到那里上课。他说，哇，怎么这些学生呢感觉跟你这么的亲切，以及呢好像有听过你上课一样。我说没有，是感恩呢我们这个教保员，我们的小云以及呢这个社工黄社工，哇，都非常的感恩他帮我呢播放了这个直播影片给这些小作所的小朋友所收听。再来呢，我们的 K3B1 大大说呢，哇，你的直播好像8度空间的新闻。什么叫做8度空间？你说都高音嘛？没错，都是呢高8度的空间再来欢迎大家那伟成跟这个蜜蜂大大还有这个蛙贵的这个买卖你们自己先买卖一下啦再来呢，这个 F 大大说呢，老师单身吗？没错，老师单身啊老师如果要谈恋爱呢这个很难谈恋爱啦因为呢老师非常的忙，白天呢有这个超市业的工作，那呢晚上有主持这个直播电台那呢这个礼拜四还有这个日照中心的推广活动，完蛋了，怎么会结巴这样子再来呢，我们的蛙贵呢帮我回答咯，感恩呢我们的蛙贵管理员，他直接写说老师单身这个是欢迎追求的意思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来播报我们台中的新闻台中呢这个都会借钱的这个紧张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会装着呢他很慌张一样，然后呢去到各个店家，甚至呢跟路人讲说呢，因为我骑这个电动车，不小心呢这个电动车的钥匙呢锁在这个里面所以呢我想要跟你借个钱，然后呢不管是找这个锁匠啦，甚至呢因为我家呢住在这个苗栗地区，我不是住在台中所以说呢跟你借钱呢来搭车回这个苗栗记得都不要借，因为呢这个紧张哥呢他是呢假装的他是刻意的呢去跟各个店家来付钱听说呢这个原本2025年原本有消失一段时间，现在2026年呢又开始呢复出了虽然呢他借的钱呢都不会很多，都会借一些大概是1000块到3000块左右啦，但是呢都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个随时随地的借钱的呢都要注意一下再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来给大家听一下我们穿插一下歌曲。太祖金雕亮红明，贵府提君王修礼亭，唯独公主不尊刑，驸马怒会我心兴。提老生兵，叫万姓。尊神加倍保障礼敬，听所唱歌，乐君低音。我恢复做义，公路文明。
情家己小小红灯。哎呀，困在道边，遐尼情形，不由过爱讲红花影。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呢上来聆听哦。也感恩呢我们的美玲的掌声，以及呢我有看到我们的宏源问说呢，这是闽剧吗？我们台湾叫做歌仔戏，那在这个大陆这边呢叫做湘剧，对不对啊？那个有没有叫闽剧我不太确定啊，是闽南语的剧没有错，但是呢你们那边如何称呼我不太确定哦。也感恩呢我们的圣卢的嗨，欢迎我们的圣卢。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牛奶先生我们的牛奶先生说呢，这个暖暖包没错因为我的房间没有这个暖气啦，也没有这个暖炉我想一想，想说呢，放个这个暖暖包应该比较温暖一点点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黄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感恩我们的伟成哦，他说呢，给主播掌声，感恩我们的伟成。我们的这个小秋说建议放个这个电暖气啦，比较不冷，没有错，因为我家其实有啦，是因为呢我怕这个旧型的这个电暖气呢是这个比较伤电的，所以我想一想，想说呢没关系，只有手会冷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暖暖包就好。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宏源说呢，很好听呢，订阅你啦，感恩我们的宏源。然后呢，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圣卢，他说呢，保持安全没有错哦。这个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先用一下暖暖包一下了再来呢，我们再来穿插一下歌曲之后呢，再来继续来讲这个新闻了再来呢，穿插一下歌曲呢，我们传统的这个调，我们传统的都马调，欢迎大家聆听。反抗之时，煞来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不免强势假大理。驸马。若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实力爱压头上类型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卡死失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可害。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镜，我拢有照做，劝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去定。
最情，怎不对你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这是呢我们歌仔戏传统的都马调哈，这个歌仔戏呢传统哈就是我们的七字都马、江湖以及杂念调哦。那呢这首是我们传统的都马调，也就是呢早期呢都马班呢来到台湾演出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哈上面写的都马班啊，这首曲子呢又不错听哈，所以呢我们就抄下来之后呢写成都马调。这就是呢我们的都马调的由来，也欢迎大家哦，感恩我们的小秋的好听拍手，以及呢我们的伟成说哦，预算可以的话呢，冷气呢建议可以装这个有暖气的啦，也不错哦，没有错。如果呢南部有对这个冷气有需求的，不管是冷气、暖气甚至呢一些家电呢，都欢迎呢找蜜蜂的爸爸哦，因为呢蜜蜂的爸爸是在做这个家电的。那呢他们在屏东呢这个高雄以及台南不会太远的地方呢，他都可以跑了哈。然后呢，再来呢是我们这个艾杰乐的掌声，感恩我们的艾杰乐。哇，欢迎我们的新进朋友哦，也欢迎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稍待会继续来讲新闻喽。再来呢，讲到我们台北的新闻台北有这个房仲业者呢，跟这个保全来买卖呢这个个资哦。为什么要来买卖个资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房仲就是要推销这些房子嘛，所以说呢，他跟呢这个保全人员来买卖个资，不论呢你的电话啦、你的姓名啦，以及你的一些个资买卖下来之后呢，他就会打电话给你来推销这些房子。以及呢，这个买卖个资当中呢，他还卖了一台这个叫做小白机，里面呢记录了呢快2亿多笔的这个个资哦，哇，你看这个2亿多笔的个资，如果分散下去如果这个其中几万人跟他买房子就好了，甚至几千人呢跟他买房子、租房子哇，他就真的可以赚很多钱了。所以说呢，当然呢也是被抓起来了而且呢这个保全人员原本做这个保全人员应该需要有这个良民证。如果说呢他这一次的这样子的犯规把这个良民证给没收了，他以后呢就不能再当保全了他呢的资格呢就自动失业了所以你看为了几千块而呢这样子良民证就不见了，那呢这个也失业了对，这个艾杰乐说呢违法了，没有错其实这样子呢是违法的事情所以说呢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能赚的钱我们就赚不能赚的钱呢我们就千万不要去碰所以说呢昨天也鼓励这些小作所的小朋友，叫他们呢这个代工厂要努力的做代工，要努力的做听老师的话努力的做呢，这样子呢看能不能存多一点钱也欢迎我们这些小作所的小朋友，也感恩呢你们每天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甚至呢有另外一家的这个小作所的小朋友他都会在家里面呢搜寻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在听他的爸爸妈妈就问说奇怪这个人是谁他说呢这个是歌仔戏的老师啦，也感恩呢这位小朋友。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月凤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月凤月凤昨天也有上来感恩您。再来呢来讲到呢我们这个台中的新闻
有这个呢货车来闯红灯哦，结果呢不小心撞飞了撞翻了这个旁边的摊位。结果呢，这个摊位呢在卖这一些服饰的等等之类的把它撞得这个东倒西歪的，这一些的模特儿呢都断手断脚了哦。如果呢有经过这个台中的朋友呢，有看到这一些断手断脚的这一些模特哦，这个晚上注意一下不要被他吓到了。那呢，这个老板娘呢就送医了因为呢有轻微的这个受伤。再来呢，也播报呢，这个玉山的新闻哦。你们知道吗？这个玉山上面有这个观测员哦，他们每天呢要拿着这个热水去浇这些仪器，因为呢这些仪器呢会结冰哦，所以说呢也很靠这一些的观测员在山上。有3个人呢会在那里轮班，平均呢上去都高达呢这个1个月呢才可以下山哦。哇，你看哦，他们在1个月呢都待在这个山上都待在这个玉山上，而且呢据他们所说啦，因为呢洗澡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你要有热水嘛，以及呢你要脱掉那些衣服就已经很冷了。据他们所说呢，大概有可能1个月才洗1次澡哦。因为呢其实在山上根本就不会流汗。那呢这个呢是我们这个玉山上面的这些观测员哦，也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你想他们在上面就跟我们这个底下的人做脱离了，他也呢跟他的家人虽然呢可以联络上，但是呢是一个就是没有近距离的互动了这是玉山上的。真的高山呢要这个洗澡是不容易的，真的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也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哦。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辛苦这些气象的观测员，没有错，每天都还要拿着热水去浇这一些仪器哦。那呢你们知道吗？今天呢最冷的天气在哪里呢？今天最冷的地方呢在我们的新竹哦，新竹的关西地区呢这个气温低到呢5.5度而已。你看其他地方我们有10几度的啦，我们就已经在寒冷了，对不对？居然呢这个新竹的关西地区降到了5.5度，我真佩服这一些人。再来呢，等一下呢来讲到这个韩星的这个经纪公司哦。先来欢迎我们的 NOVE 大大上来语韩的广播电台，欢迎你。这个呢，据新闻所报道这个韩星的经纪公司呢，他会教导这些歌手啦、演员呢，培养他们说呢，什么话可以说，什么呢是话是不能说的，什么东西呢是可以曝光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公司的形象化啦。因为呢，一间公司底下呢，有很多人一起为这个品牌呢，在打这个名声哦。所以说呢，也感谢呢大家呢支持我们语韩的广播电台，都给我们订阅，都给我们关注，都给我们按赞起来，还有呢线上的互动哦，感恩大家。以及呢，昨天呢有其他的这个观众朋友说好厉害哦，这个语韩的广播电台呢，主持人在主持，那呢底下的人呢都在他们的聊天的这个沉浸式哦，没有错，这就是语韩电台的特色，也感恩大家呢都有上来语韩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旋律上来他说呢这个结婚之后呢很难睡到自然醒，除非这个过年期间哦。欢迎我们的旋律，你如果不要说出来你有结婚你说实在的，你用这个大头贴一看也以为是学生的年纪，不知道呢你是这个有结婚的欢迎你哦，我们鹿港的朋友上来。再来呢，我们这个月凤说 0.5% 画质什么意思？5.5度啦
5.5度而已。再来呢，感恩呢这个伟成说哈，感恩雨涵摆摊不管哈。你尽量摆没有问题的。欢迎大家的线上互动哦！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电台的主持节目。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钱蛋的意思呢，就是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等一下呢，来聊今天的主题内容哦。周末你会睡到自然醒吗？为什么呢会有这样的主题内容呢？想要问大家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线上的好朋友呢，这个周末放假的时候呢，都会睡到自然醒，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钱蛋雨涵主持人本身的工作呢，这个白天7点要上班，所以呢，我都6点就要起床了就如同昨天呢，原本是要去到这个日照中心来做这个推广歌仔戏的活动，只要呢这个8点起床呢，就绰绰有余都来得及了但是呢，我昨天早上呢，有6点的呢，也算自然醒了自己醒过来，没有经过闹钟的这个6点就醒过来了。那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觉得说呢，你这个放假时候你有没有睡到自然醒的时候？还是呢你跟我一样呢，因为这个生理时钟呢，你都会自己惊醒呢？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如何哦？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呢，雨涵电台的意思是说呢，真的有广播频道吗？没有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是呢，这个在 YouTube 上直播。但是呢，我们让大家就像这个广播电台一样来做聆听，你当中呢可以听到戏曲文化，可以聆听到呢这个明天的天气，以及呢今天的即时新闻，还有呢，不论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甚至呢你在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都可以一边来做聆听，这个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呢，主播本人没有很帅，所以说呢，你可以不要看荧幕，听声音就好这个呢，就是雨涵广播电台的特色哦。1个月好辛苦了。没错，这个呢，上玉山的这些观测员没错，都要上去1个月左右丰富的资讯以及呢音乐，感恩我们的旋律的赞感恩我们鹿港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大家呢有睡到自然醒的经验吗？还是跟我一样呢，在这一年当中呢，几乎没有自然醒的时候都在想着我明天要做什么工作。惊醒之后呢，好，要工作了再来呢，我们这个伟成说呢，这个喜欢雨涵的开朗，感恩我们的伟成。我们呢，只要做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乐在其中，甚至说呢，微笑一定很有用意吗？不一定哦。微笑呢，其实这个据这个心理学家所说不论呢你是真心的笑，甚至呢说你要假笑也可以啦假笑呢，其实呢我们的脑中呢也会分泌这个多巴胺，让你开心哦。所以说呢，微笑是不一定呢一定要有这个什么目的性的或者是内容性的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微笑，让你的脑中呢分泌这多巴胺，你自然的呢就能乐在其中，自然的就能开朗哦。再来呢，我们这个小秋说老师看起来很稳重，像是大叔的这样的性格，但是呢其实是一个少年家啦，其实呢是一个少年人，安尼就对了27岁不算大叔，没错，这个老师才27岁，真年轻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昨天呢，就让小秋看到不一样的性格去到呢这个太平歌的场合呢，我的性格比较稳一点再来呢，来到这个直播场合呢，又更稳一点。昨天呢，去到这个日照中心，以及去到这个小作所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性格所以说呢，小秋呢看过这个3种性格感恩大家大家说呢，27岁很年轻，我是1998啦，所以今年应该算是28岁了，因为已经2026年了。人家说呢，年纪是个秘密，这样子了再来，我们来唱个歌曲，我们的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感恩大家。公主最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用。动手假死已生病，待何人去好心报警？驸马孝心无情义，竟为爹娘红妻离，风风边冲了去。军内去灵来吃亏，大水风管难消气，听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讲这情义。言定义，这是呢我们的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着这个驸马用这个藤条打完金枝之后呢，这个金枝非常的生气，我一定呢要请我们的皇上爸爸来教训你就对了啦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一边来唱歌，然后呢一边来聆听新闻的小知识等一下呢，想要来问问大家你们呢都喜欢去哪里旅游呢？你们都喜欢去哪里玩呢？比如说呢，像我呢喜欢去九份甚至呢乌来老街，那呢台南的安平老街，那呢你们喜欢去哪里旅游呢？不知道呢，大家喜欢去哪里旅游呢？我来分享一下因为呢，我买了这张的明信片。事实上呢，是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明信片上画这个拍的这个九份呢，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说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呢，你们喜欢去哪里直播呢？喜欢去哪里旅游呢？为什么会讲去直播不知道呢，你们喜欢去哪里旅游呢？不管是九份啦、乌来老街啦、这个西门町啦、这个台北车站的地下街啦，还是说呢，台南喜欢去安平啦，甚至呢，屏东喜欢去这个海洋馆啊，是不是？不知道你们喜欢去哪里呢？可以跟我们线上互动一下感恩我们的小秋说呢，赞美他的稳重的直播的多样化感恩我们的小秋。以及呢，我们这个蜜蜂大大说呢，如果我的作品完成，然后给你，你考虑呢要不要在垃圾群抽几个人呢帮他画，然后呢，虽然时间没办法很赶。没有错，好啊，没问题呀。如果说呢，蜜蜂大大呢想要来玩这个活动呢，也没有问题你再跟我联系一下，然后呢，我可以在我的赖群组里面呢，我们来玩这个活动，好像也不错好像蛮好玩的
再来呢，感恩大家哈，这个呢，这个小秋说呢，老师本人就是个笑脸郎呐，感恩我们的小秋。再来呢，我们的丽华说哈，最常去乌来，然后呢去深坑以及九份，哇，那丽华跟我去的地方哈，都差不多接近，或许呢我们在路上有遇过这样子哦。虽然呢，我现在住在南部地区呢，很少有机会可以上去这几个地方，但是呢，来跟大家广播一下哦，我们的丽华常去这个乌来老街，对不对？要如何呢？可以买到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呢？除了底下的连结在我们线上可以做购买以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北部地区乌来老街这个海角8号咖啡厅。这个乌来老街的入口一进去，你看到呢这个咖啡厅这个海角8号咖啡厅呢，就可以购买到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哦。再来呢，在我们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在我们这个台南的南宁街这个新天地的附近，以及我们说的这个蓝赛图的附近这个南宁果汁餐饮店也可以买到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哦。当然呢，也先感恩我们这个南宁果汁餐饮的老板娘，帮我引荐到呢这个凤鸣社的老板让我来认识一下这个王老板，以及呢这个世哲，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小秋感恩大家。再来呢，在我们台南呢这个福吉街福吉路的这个 QQ 宝早餐店，也可以购买到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哦。在我们台南呢，这个假日这个南门假日花市的南门水晶店，也都可以购买到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感恩我们的名战大哥。再来呢，在我们这个开元路这个以及南园街的附近，我们台南地区这个龙凤同心意面也都可以买到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感恩龙凤同心意面。再来也感恩呢，我们这个大埔福德祠的附近大埔福德祠的隔壁呢，这个财旺马吉也可以买到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以及呢这个大埔福德祠的附近呢，走进去巷子里面这个丽华印刷厂也都可以购买到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感恩呢，我们这个财旺马吉以及呢我们丽华印刷厂的这个胡神爸爸感恩你们。再来呢，在我们的台南地区我们这个台南西市场这个文创的街在我们国华街以及中正路的附近呢，这个里面西市场里面这个卡亚手作永生花也都可以购买到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哦。也感恩一下我们旁边呢这个西市场的旁边，我们这个点缀的手作艺品店，以及呢我们台南这个南台电影院的隔壁的饮料店还有我们这个正大书城，也都呢帮我们张贴呢这个雨涵电台所出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海报，先感恩一下你们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感恩大家回到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刚才先小小的先广告一下了再来呢，来回应一下大家我们的这个蜜蜂大大说呢，这个都是自学的他的画画是自学的。再来呢，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快速的看过。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呢，孩子小的时候呢，还常带他们去这个九份玩那我们改天办一个一起去这个九份旅游，顺便去住这个九份的这一些民宿听起来好像不错再来欢迎我们的亚历山大。
以及呢这个夏天的奋起湖，这个天气非常的舒适哦。原来如此，那呢我们改天再去玩一下哦。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老师，台南的棺材板好吃吗？这一点呢，我应该要说哈，应该是好吃，因为呢，我实际上我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虽然呢，你们会说哈，老师你本人不是台南人吗？没有错，虽然呢我本人是台南人，但是呢我还是偏见哈，比较爱台北的哈，因为呢台北的生活步调非常的快，你的一天呢这24小时里面呢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个人是比较偏好台北啦。那呢这个南部地区呢因为生活步调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呢其实我去逛这个安平老街的时候呢，真的很认真的进去里面逛，所以我没有吃过这个棺材板哦。为了呢你这个问题呢，我改天来约一下小秋呢，小秋，我们改天呢去到这个安平老街里面去吃一趟这个棺材板，你说好吗？虽然说呢离你是一个很远的距离哦。感恩呢，这个呢，小秋说恭喜老师有这么多的店家呢，帮我卖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也感恩我们的小秋，掌声鼓励。是的，就是一个吐司，然后中间挖洞加一些料啦。但是我实在我没有吃过，所以说呢，我们改天去吃一趟，然后呢约这个小秋一起去吃哦。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有你的分享，有你的订阅，有你的关注，有你的按赞呢，是雨涵电台呢支撑的动力哦。再来呢，我们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传统的7字调。这一次的歌词呢，我们来唱呢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仔戏的国歌7字调。世上好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敢知？天的官亲线着招牌，君在亲上，你敢不知？世家好庙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世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爱说明。这是呢我们传统的7字调，但是呢唱着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哦。再来呢一样来播报新闻了哈。现在呢这个扫地有没有点太早了哦？再来呢，欢迎各位朋友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再来这一则播报的新闻呢，是我们新竹的新闻。新竹呢有一个家长他控诉呢这个老师呢偷藏呢这个女儿的这个联络簿哦，以及呢他这个女儿这个病假呢去补考试哦，结果呢没有收到这一个考卷，那呢这个联络簿上写着说呢这个家长已经有签名了这个考卷哦。
这个家长说我就没有拿到啊。那呢，这个就爆发了一个冲突哦。这个家长呢，冲进这个学校里面呢，冲进这办公室里面哦，与这个老师呢来理论哦。这是我们的新竹的新闻。再来下一则新闻呢，比较重要一点点，比较重大一点点哦，是我们高科大的新闻哦，高雄的新闻，这样就对了哈。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说呢，拍手好听，感恩我们的小秋。高科大呢，今天呢是期末考的最后一天，但是呢发生了这个监测的设备呢锂电池呢自动的爆炸，还好呢是在这个走廊上的爆炸，那就大量的浓烟，也有人被呛到的哦。那呢，这个警报声呢就开始响起哦。结果呢，这个老师以为是假的啦。这个老师呢跟着这个学生说要赶快把你的考卷呢先订正完再走出去这样子了如果说呢这个真正的火灾呢要逃生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先放下你手边的动作，哪管它订不订正啊赶快交给老师你就跑了这才是最重点哦。所以说呢，这是发生在今天高科大的新闻。再来呢，是我们云林的新闻哦。云林呢有一名男子他在这个 IG 上这个社群媒体上呢，亮这个枪的这个图片，以及呢，曝露一些这个呛对方的这个字眼呐，就一个枪的背景，然后呢前面写的说呢，这个我是不好惹的哦。结果呢，这个警方呢去到他家呢搜索的时候呢，搜出有枪支以及子弹哦。所以说呢，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因为呢等一下下一则的新闻也有关于枪支的新闻哦。感恩大家。再来呢，蜜蜂呢，你到底为什么又缺氧了呢？有的人说鼻塞的啦，有的人说缺氧的啦。再来呢，小秋笑一句说呢，神来一句，扫地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没错怎么有点太早的感觉我告诉你伟成，你现在太早扫等一下呢又有人入场的时候你就功亏一篑了再来呢，是我们这个台北的新闻哦，在这个呢 A4 的这个百货路上有2名男子呢，因为碰撞到，那呢其中一名呢，他就说你小心一点，我有带枪支哦。结果呢，这个另外一个 B 男子他又想说呢，你这个只是这个在吓唬人的啦，所以说呢，他就呛说呢，那你就拿出来看看啊，这样子有种你就拿出来看看啦。想不到呢，这个 A 男子呢，真的从他的包包当中呢，拿出一支枪支，对空鸣枪2声。当然呢，这个 A 男子呢也被这个逮捕了只是说呢，这个民众呢当然也吓到了，居然呢，这个他的手上会有枪支哦。他说呢，这是上网所买的啦。奇怪这个枪支呢不是上网所买的啦，不然就是路边捡到的啦怎么都没有人说呢是自己研发的啦这也是呢，我们台南呢，前几天的新闻哦，有人呢改造这个iPhone 手机的这个玩具枪哦，把它改造成真实的枪支哦。再来呢，欢迎我们的 LUP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这个思云说呢，这个手上是不是有个暖暖包是吗？没有错。也欢迎呢，我们这个韩语的这个大大说发热带没有错你们那边叫发热带啦，我们这边叫做暖暖包
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呢我们这个亚历山大说要先去睡觉了没问题。这个年轻人呢还在读书要早点睡，这乖乖较大汉这个囡仔人爱好摇饲，读册人爱熬读书，这个生理人咧生理兴旺通四海，在玩讲尽13工。钱大赚大赚钱，这个长辈老大人会当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无忧无愁，会当吃百里。突然的间呢，来穿插一下吉祥话，告诉你们哦。等一下呢，来教这一段的吉祥话哦。我先呢来把这个文字档呢来复制上来，等一下呢我在讲的时候呢，你们就比较好来理解哦。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我们先来教一小段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新年好话4句联哦。那呢，来教我们的线上的好朋友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丽华说呢，真会讲哦，感恩呢我们的丽华。哇，丽华呢看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也真的是看蛮久的哦，也是呢一直在给我们支持以及在做留言的先感恩我们的丽华哦。以及呢，这个蜜蜂大大也很厉害哦。这蜜蜂大大知道说呢，昨天是这个他看雨涵广播电台的这个1个月，刚好期满1个月啊呢。这个蛙贵呢，我们的管理员也很厉害哦。他知道呢，他第1集所看的这个雨涵广播电台呢，是我们的第41集哦。哇，也太厉害了吧！但是呢，因为2026年呢，我们重新归零所以说呢，我们就重新呢，今天呢来看到第7集。再来呢，我们的思云说呢，你家有发热衣吗？有啊，当然有，我这个里面也穿了发热衣，只是说呢，这个手还是会冷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暖暖包了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教一下呢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我来念1句，你们要跟着我念1句哦哈。虽然呢我看不到你们念，但是呢爱较乖耶哈，爱学起来哦，要乖一点哦，要学起来哦。第1句呢，厝内囡仔好摇饲，读册人勤读圣贤诗，生理人生理兴旺通四海，在玩讲尽13工，钱大赚大赚钱。厝内长辈老大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无忧无愁，会当吃百里。刚刚好留这一段的时间呢，是要让你们自己要念的哦，不要说我没有念哦。厝内囡仔好摇饲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呢很好养啦这个呢好摇饲就很好带可以让他呢乖乖的长大你叫他呢去上厕所他就去上厕所，你喂奶时间到呢你给他喂奶他也很开心这样子啦再来呢这个读册人勤读圣贤诗，读书人呢，勤读这个圣贤诗这个读书人呢，很会读书啦。以前呢，我们都会读这个什么子曰啦、弟子规啦，或者是说呢其他的论语啦，对不对？那呢，再来呢，生理人生理兴旺通四海，在玩讲尽13工，
这个财源广进呢，达三江是哪三江呢？它没有特定的哪三江的含义哦，它只是说呢，因为呼应前面这个生意兴旺通四海，所以呢财源广进达三江这样懂意思再来呢，就是呢，厝内长辈老大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无忧无愁，会当吃百里。哇，你家中的长辈呢，哇，都无忧无愁而且呢，身体健康，万事都能如意，还能呢，这个食到呢，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活到呢，这个120岁哇，这样子家中呢，不管是小朋友啦，读书的小朋友啦，甚至呢生意人啦，以及呢我们家中的长辈族群呢，都有祝福到的话语哦。所以说呢，如果不知道这些新年好话4句联的朋友呢，可以看我们 YouTube 上的短影音，以及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也有文字档可以下载哦。再来呢，先欢迎我们的这个JAY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嗨，你好。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那呢，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的这个文字档连结也都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里面可以下载。昨天呢，这个小作所的社工呢也在问我说他们可不可以拍成影片呐，或者说呢，把我上课的影片呢 po 上去我说没问题的，你要发到呢你们的不管是家长的群组啦，甚至说呢发到你们的这个粉丝专页啦，都非常的赞，这是一个文化的推广给大家穿插呢这个新年贺为戏故联，新年好话4句联再来呢来播报台中的新闻台中呢有个这个庙宇的里面被人家呢去拍影片他说呢在这个文昌殿的前面在那边拍打他的头部啦。那呢拍打完之后呢，他会上下抓就说呢这样子有办法抓到这个天地之间的能量，然后呢继续拍打这个信众的头部，一直给他扒头的意思就对了啦结果呢这个网络上这些好朋友呢，他就说这个还没上台大呢就先进台大说的也没有错，这到底呢是什么样的仪式呢？结果呢这个乐成宫，这个台中的乐成宫的文昌殿的这些这个庙方人员赶快出来说呢，其实呢这个是人家信众呢进去里面拍的，不是我们的庙方人员而且呢你这样子拍也不会比较聪明如果呢你想要呢这个在文昌殿拜拜，想要聪明智慧的呢，可以呢拜这个金纸啦，甚至呢葱啦，以及呢这个芹菜，还有我们的菜头什么意思呢？拜葱呢代表着聪明智慧，再来呢芹菜呢代表着这一些你会勤学勤读书的意思。再来呢菜头呢，那来北菜头啦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的好彩头的意思。再来呢我们的这个LUP 大大说呢想点歌这个7字调没问题。那呢也欢迎呢我们这个呢陈庆顺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那呢就犹如我们的观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我们的7字调，我们先来唱一下7字调感恩大家。其实呢刚才的背景音乐就是我们的7字调了再来我们来唱个7字调，感恩大家。心跳贝贝呀，早
走三关，解我所有回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报传。四分无担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好的袂开。等待来三家啊，来当落水。落花心啊，好的照开。哦，我有看到我们的伟成哦，说呢也可以拜这个包子啦，以及粽子哈，都是包粽的意思，没有错哦。所以说呢，不要相信这个民俗所说的这个拍打头部会变聪明一个民俗专家他说呢，他只有听过这个拍打头部呢被扒头呢是会越来越笨没有听过呢拍打头部会越来越聪明的再来呢，唱完我们的七字调之后呢，也要来唱一下我们的七字连空奏，七字调的延伸版来给大家听一下。也感恩呢，我们看 LUP 大大的点播歌曲感恩我们的 LUP 大大。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秋难解，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好爱呀，已经相随七十相守，将人笑嗨嗨，相亲相爱。伊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恋爱。我回府好受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红红的笑脸啊，无非注定悲哀。一步青春选骄傲自带，往下成现台，过雾霾。冤家江村啊，江心怎主宰？精神渐将成地带，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排开？这首呢是我们传统的七字调呢的延伸版，
我们的妻子连空奏。也感恩呢，我们这个小秋说呢，这个好听好听，喜欢这一段呢，这个男女对唱的一个感觉哦，感恩我们的小秋。我们的蛙柜管理员他说呢，雨涵好厉害哦，一边呢打字呢，一边呢唱歌哦，然后呢，蜜蜂大大说呢，老师终究是老师哦。因为呢，我突然间发现你们刚才下面的留言，我想说，原来如此啦！刚刚呢，那个包子以及粽子是我们旋律所说的，抱歉，我看得太快呢，以为是伟成啊，也跟我们的旋律以及伟成呢，来说声抱歉哦，感恩你们。所以说呢，就一边打字来一边这个唱歌。那呢，也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底下的资讯栏连结也有我们的赖群组连结哦，欢迎大家加入哦。可以问我们的蛙柜管理员啊，以及我们的蜜蜂大大，这个群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欢乐的哦。再来呢，感恩我们这个伟成说晚一点加没问题哦。旋律的女儿也叫做雨涵哦，哇，你只是差有没有这个盖子对不对？哇，感恩呢，那他姓什么？让我都好奇了哈，哇，同名字只是不同字而已哦。难怪，因为呢，这个名字出去看医生呢，甚至呢领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通常呢都会圈这个叫做女生、女士之类的，就是呢去看个医生的时候呢，上面都会圈说呢郑雨涵女士。然后呢，我每次呢去领的时候，这药师都会看一下都会看一下哦，原来是男生啊。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我们的西中哦。他说呢，这个唱的歌曲呢真好听，感恩我们的西中。看到这个西中就让我呢想要接一下有没有感觉说呢，这个广播电台布置成这样子很像以前这个台湾奇案的感觉旁边呢都要挂一盆花，然后呢说着阿祖今天你告美美的，哇，这个呢就很像说我随时要问说呢，这个阿涵今天你告美美的不啊哇，这个呢看到这个西中我就想到这个阿祖呢都会说这个西中兼外贴的好朋友阿祖嘞今天你告美美的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看过这个台湾奇案的节目哦？也欢迎大家上来哦。对，他们就想说奇怪，这个上面圈着女士怎么是一个男生来领他的药包就会看了一下，然后呢，我就会拿着我的健保卡给他，这样子他就说原来真的是男生这样子再来我们的 ANN 大大说喜欢看你的频道，感恩我们的 ANN 大大哦。我问一下我们的旋律，你老公姓周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旋律是住这个彰化地区，所以这个鹿港这个彰化地区，所以不太可能。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这国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的同班同学也叫做雨涵，但是他姓周，他也姓周哦。然后呢，这个周雨涵呢，因为有一次我忘记带这个便当袋，就是便当盒也忘记带了。结果呢，这个周雨涵很可爱哦。他呢拿着他的餐盘装了一些饭菜，然后呢他亲手呢用这个汤匙呢喂我吃饭。那呢我妈呢送到这个餐盒呢来到学校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好笑。
我还有一点印象印象这件事情呢哈。欢迎呢我们的 AN 大大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呢我是新加坡的，感恩我们新加坡的朋友。感恩大家哦，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这个 TOM 大大哈，他说呢，你的频道很好看，感恩我们的 TOM 大大。欢迎大家上来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按赞起来，以及呢我的 IG 以及脸书呢叫做这个雨涵电台的频道，好多叫郑雨涵这样子，所以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哦。再来呢，我们这个 LUP 大大说呢，可以即兴歌词唱一段都马调吗？拜托，没问题的。那等我一下哈。来，我们来即兴歌词呢，来唱一下我们的都马调。欢迎 LP 大大一时真欢喜，祝你赚钱如赚水，逐工会当来笑眯眯。人讲咧，这个钱水钱水。所以咧，这个水吼，甲钱是做伙。这个钱咧，若甲赚入来咧，爱叫唔通像水安尼放水甲流去吼。人讲钱水唔通流去，这样子的都马调是可以的吗？因为呢，我不知道你要唱什么内容哈，所以说呢，随便呢来发挥一下下，感恩你的点播哈。再来呢，这个呢，蜜蜂大大说呢，这个肉骨茶很好吃哦，哇，我都还没有吃过，为什么你已经有吃过这一道料理了呢？再来呢，感恩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的支持哦，以及呢蛙贵大大说呢，这个主播名字呢叫做郑雨涵，没错，所以呢搜寻我的脸书以及 IG 呢就可以搜寻郑雨涵哦，感恩大家。再来呢，我们这个西中说呢，在那边国小，再来呢，这个呢我看一下哈。这个蜜蜂大大说呢，一怒打金枝是老师的作品专辑，底下连结呢，可以多多支持，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对啊，没错 ，LUP 大大，LUP 大大，我中间有念哈，应该有念吧，我不知道我刚才有没有念错了哈。再来呢，我们这个蜜蜂大大说呢，想要签名的，如果购买专辑想要签名的呢，可以购买这个专辑的时候呢，跟这个老师讲一下没有问题的。你如果在这个备注栏呢，备注呢，就可以帮你这个签名了哈。应该是你听错吧，我应该不会唱错了你这样子会害我紧张呢。那个礼拜一的时候这个小作所的小朋友如果听到这是很尴尬的事情。也感恩呢线上的观众朋友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时间呢也快要到了让我们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感恩大家。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观察一下自己的气息呢，不论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在腹部，甚至
贯穿到脚底。再来呢，也观察一下呢，身上呢有没有哪个部位呢，是比较酸痛的地方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我们要来感恩3件事情哦。我们不管呢，今天在工作当中，感恩我们的主管，感恩我们的下属，还是呢，感恩我们的同事之间，或者是呢，在家庭当中，感恩我们的长辈，感恩呢我们底下的小朋友，甚至呢，感恩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我们先来讲第一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感恩你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会努力的下去经营下去哦。所以说呢，上来不论呢聆听戏曲小知识，甚至呢及时的新闻，还有呢这个明天的天气预报，都欢迎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感恩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呢，我看一下这个呢 ，LUP 大大说呢，已追踪你的 IG， 你会回追吗？我会看一下我会看一下说呢，这个是不是我要看的这个内容啦不是说呢一定会回追啦我不一定会回追。因为呢，我追的都是呢，不管是这个亲朋好友啦甚至呢这一些这个艺术体系的人员啦，那呢回追呢，你必须呢你要有这个内容让我看到说呢，有这个回追的这个目的性啦感恩你的发问，那我也很老实的回答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我们的小秋。小秋说呢，感恩雨涵老师，感恩我们的小秋。下堂呢，艺术体系没问题，我再来看看哦。再来呢，我们的小秋改天呢，这个2月份昨天也已经敲定了这个萤火虫小作的课程，改天呢，我们再一起去哦。再来呢，我们的伟成呢已经加入我的 LINE 了感恩你。那呢晚一点呢，我再帮你加入这个群组哦，感恩你哦。以及呢，我们这个旋律说呢，感谢有缘与大家相聚，感恩我们的旋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也欢迎我们的小阿姨小阿姨都没休困啊，你再来起来真正是感恩我们的小阿姨。刚刚陪老公去看医生原来如此没问题。那呢，我们来唱一下这个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欢迎我们的小阿姨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
春阳公婆七十相守，心不快笑无理由，归爱多子去拜寿，年年今少老优秀。quân lui hoa ca chiến kim đi khờ bi hong tiếng kim đi cả ai cô ấy kia liền đi xin chi liền đờ yang hồ quy nhìn toàn ta bờ xin xiao phi thao tí hong quan bình suy khiến thế đỡ cuốn khiến bỏ ý qua cái bê dày y hồ tan hô mai huệ cô这首呢是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哦，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呢我们的小阿姨呢对我们的蛙柜管理员的这个关心哦，感恩。以及呢，我看到说大家的聊天内容再来呢，我们这个旋律说呢，美丽的小阿姨好，再来呢，广告一下我们小阿姨的频道，这个呢 ELAINE 大大呢，这个小阿姨的频道它是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这个下午4点半到晚间7点有这个2个半小时的直播节目。那呢最近呢，因为还在审核当中，所以说呢，这个会休播几天，对不对？那呢，记得如果有看他的节目的朋友呢，中间这1个小时的时间呢，让你去吃饭啊，让你去喝茶，让你去洗澡，让你去睡觉再来呢，要赶快呢，晚间8点钟，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要记得所以说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呢，是让你去放尿啦、上便所啦、吃饭啦，一讲来洗身躯的时间莫袂记起来收听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再来呢，感恩我们的小秋好听拍手。我有记得啊，我有记起来的感恩我们的小阿姨，也感恩呢我们的伟成的拍手感恩。再来呢，多唱一首歌曲因为呢我们的小阿姨刚上来我们来一首呢这个7字连7字摇板呢跟我们的带7字一。那呢我们听完这首歌曲，等一下呢要准备来收播，要准备来休息咯，感恩大家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公主最事理不明，也是予人心头硬。当朝假死伊生病，待何人孝心不惊？驸马孝心
伊，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远比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吃亏。大水风管难消气，拼歹白宝金相依。驸马无讲切情义，并讲言听义。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联、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吼，哇！再来呢开始讨论起来这个炭香咖喱了哦。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感恩大家，也别忘记哦，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电台哦。那呢，明天6日2天休息，周末假日呢，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哦。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我们下周再会喽。云阳光波七十相求，心不怕心不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连感恩我们新加坡的好朋友，我们的 ANNE 大大，感恩我们的新加坡好友哦。以及呢，感恩我们的小秋，感恩呢，我们下周再会喽。以及呢，感恩我们的这个蛙柜管理员，他帮忙来擦椅子，然后我们这个小阿姨呢来擦桌子，然后我们的伟成呢来扫扫地感恩大家呢对这个雨涵剧院的这些付出免钱的工人做一下志工了感恩你们。那呢，各位亲朋好友，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亲爱的观众朋友，戏呢到这已经结束啊，别忘记哦，你的手机啊、钱包啊，也有锁匙，爱记查咱呢这个伟成有咧，甲咱斗相共咧扫涂骹，所以呢，这个行动卖伤大力，爱记这个卡压起来哦，嘛卖甲伊这个粪扫来甲踢落走，安尼就对了这个呢提醒大家。雨涵电台呢，雨涵剧院呢，到这边这个直播呢，今天到这边所以说呢，你的手机、钥匙、钱包呢，别忘记带哦。那呢，我们的伟成呢，帮忙扫地了所以说呢，离场的时候呢，这个脚步呢，轻轻的不要太大力，也不要呢，把他的这个垃圾呢给踢走喽。感恩我们的伟成，我们的蛙柜，我们的小阿姨的打扫了感恩大家，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小秋小秋已经哈哈大笑了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名，今季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有受，毋甘将礼赔。老君对神将头家。怪爱呀，怪爱！
毋通严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红兵，贵府提军王受礼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兴。一老生病，要万幸。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听说借我落军之因，为父罪义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回应。呀，驸马，怒气冲冲归何来？爹娘这才享受宴失败，心不缺色，互人毁遗财。身体欠安，这驸马一定爱谅解，并非故意，毋通乱心怀。你假扮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区区小事，以我动怒，就不应该哦。公主啊！世上好定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君亲属啊，着招牌，君在心上，你敢毋知？在家好表啊，对你的听声，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新兵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要带我经济要求帝王里，全靠我你家照即卖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寿礼仪，安怎插伫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性平，你大既为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家期，无无把我坐到位，将为兄做新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去，我单独一人上去跪，并为我过爱轻视你，万你性命不在你家念天。你敢骂我毋知你家念天？我单单要抗你，倾吐圣贤诗。我招你入宫享富贵，你我毋是一般的夫妻。驸马，
身份怎能比？我红红点金鸡，你唱了迄手机，毋通伤看重你家己，总只惊检讨是议会。